教会要来敬拜上帝，三到来欢喜。这礼拜，唔知大家有在读对咱的明星眼光的圣经在读无？有吼，有非常精节啊，蛮感动的哈。伊伫迄个箴言14章31节，欺压穷人等于侮辱创造主，怜悯贫穷的就是愚蠢的行为。怎么就得欣赏温和的言语，充满圣经，新的翻译的圣经哦，汉文。那和合本是温良的舌是生命树。星期五我伫 FB 内底有看到以前传道 po 了一篇文章，他 po 的是我们好可爱的松原传奇。礼拜五到新店去吃什么？吃牛肉面，20个，用很欢喜的心情啊。那相信屁股也
上帝所欢喜的，这是你心灵的福祉。无顶甲这个世间三缺，就用心智欢喜来变化家己，互你会明白啥物是上帝善良、通欢喜、顺转的旨意。下面咱要唱咱三条。虽
虽然我这几天真的很孤单，但是我怎样，我你那天我遇到哦，所以没有关系，我就继续。啊，想办法，咱伫听的内底，咱拢是一个人。